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10月28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内出现非洲猪瘟，有专家建议全民禁用喷来饲猪，因若台南市已经发假厂会当来处理喷。高雄有诈骗集团接到警察用视讯问笔录，宜兰社会处的网站嘛出现谎的要拐民众的个资。美国电商 Amazon 传出要启动上大规模裁员，全球可能会有3万的员工受到影响。台中爆出非洲猪瘟，在市府除了继续加强环境场的清理甲消毒，嘛宣布要加开文山阁乌日2大焚化厂来到处理喷。因若这案的关键人物姓王的受益者，伊是伫代志爆出来了后已经出境，市府目前也咧找人。防疫人员伫咧市都场采样，台中市五车区市都场发现非洲猪瘟，伫台中市政府全面清消了，医院伫工厂验出2个环境病毒阳性反应。农业部认为无够彻底，市府立即搁做第2遍的清消。非洲猪瘟的对环境的抵抗力非常强，那所以我们去看环境里面，如果这样经过消毒，还有残存的病毒存在，那表示清消做得不够彻底。市府获报之后呢，马上就在昨天，我记得是6点半晚上6点半的时候呢，就连夜的呢来进行再次的全面性的清消的工作。因若市都场的猪到底死几只？台中市政府自一开始讲117只，要改做78只。农业局讲，因为一开始是猪农靠记忆生活，加化验厂资料核对了，才确定。因若13通报台中市动保处，讲猪异常死亡时，放哨砍棍用无试验，案件的关键人物姓王的受益者，是毋是有兼药厂的业务？市府无证实。这么宜人是伫咧国外。他出境的时间是在我们这个公布那个阳性反应以后出境的。台中市环保局27宣布，除了文山、后里、沙拉、雾峰4个粪扫场提供市都的喷紧急气化处理以外，也使送去文山甲后里的焚化厂。完全依照中央这一次防疫的指引，这些厨余去化就是3种方式：堆肥、焚化、掩埋。我相信各县市都会随着时间的演变，会继续来做滚动管理。台中市长罗秀燕28主持市政会议，所以无参加非洲猪瘟记者会。市府讲，下昼会甲1条的完整报告送去予中央，提供后一阶段防疫政策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防止非洲猪瘟继续传，行政院延长禁止运送、佮禁止台底的措施到11月初6。猪农就烦恼，这解禁了后，猪卖价数恐惊是会崩盘。农业部长陈俊贵表示，已经有咧讨论稳定的机制。那行政院长杜英泰嘛特别讲到，台中的喷水处理场就要改进，中央会加强检验。防止非洲猪瘟，行政院日宣布禁运禁载措施，搁延10日。因过猪农烦恼，禁运期满了后，批价可能崩盘，向政府发声重视产业压力，搁爱提供解封了后的完善配套。农业部长陈俊贵强调，正在研究调整稳定机制。我们现在已经在跟所有的养猪协会，还有跟我们的冷冻工会在讨论，怎么样在一开始的时候做有次序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交易。然后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调节，能够维持相关的一个物价。陈俊贵表示，若后手无搁查到任何相关案例，搁透过专家会议确认全国饲猪场真清气的时阵，就会考虑解禁。行政院长杜英泰强调，中央地方共同的责任是病毒，喷气化场地爱彻底改进，要搁为一顿点名台中。现在所有厨余去化的场地，必须要全面、彻底、有效的完全改进，绝对不容许对于环境再造成2次的伤害，尤其是台中，一定要做到全面有效的改进。面对台中红点名，联乡立委认为，地方政府爱负起应该负的责任，中央地方才有法度合作防疫。南乡立委认为，无应该将目标拢指向台中市府。站在第一线，这个地方政府原先该负起的责任，到今天为止，很可惜的，我们都还没有看到
市政府团队，包括卢市长绷紧神经来面对这个事情。海关的边境管理的问题，第二个是走私的问题，那这个都是财政部啊，都是中央部会要负责的嘛，所以中央政府要先挑起这个责任。民反议国民党团颠倒要求陈俊贵也是财政部长曾翠云两人之一，爱为地这看旁负起政治责任。陈俊贵回应，相关责任的赔偿绝对不是疫调内爱定限的，针对台中市府的疫调资讯，有真侪项需要赔偿。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内出现头一个非洲 DJ， 调查显示，这感染源可能是喷。就专家建议，应该爱全面禁止各用喷来饲猪，上好是统一管理。不过，猪农就呼吁要爱提出配套，才袂颠倒害因成本增加。台中无车场猪只扑杀迄天，各当看到猪农因囝驶喷车离开封锁的现场。伫猪场内面嘛会当看到剩的喷，因为这个猪场无逐工拢传主喷的相片，嘛互各界拢真烦恼。烦恼这个喷，恐惊会变作即摆疫情的破口。专家嘛，搁一摆出来呼吁讲，国内应该要全面禁止用喷来饲猪。90度C，然后加热1个小时，这个给猪吃就安全了嘛？不是水水加热90度C OK 啊，可是今天如果是这样的物质，你加热1个小时，你有保证所有的肉块它的中心温度都可以到90度吗？使用喷的饲猪户强调讲，这猪只拢是财产，为着安全，用喷来饲猪一定有用高温来煮过。嘛真无奈讲，甲大一直拢无找出感染源，但是大家拢一直讲是喷的问题。伊表示当接受全面禁止用喷，但一定要有配套。由台中市政府来做dân主中心，由台中市政府管理，袂使由任何一个私人的单位管理。恁感觉计小爱合理吼？这是有理可图，人唔才得要做dân主中心，无才要做。专家指出讲，目前包括传统含高效的塔肥场、生殖能源厂含顺糖的生物处理，量会当应付1384吨的加护喷。但若是刷落来，全面拢禁止用喷来饲猪，会另外加出731吨的事业喷，恐惊是无法度负担。认为第一期顺糖的生物处理会当先扩大容量。大部分是模组化。自动化，而且甚至还可以是移动的哈。如果做短期的紧急应变，或许是有机会。环境部应该主动请他来协助。张丰庭认为讲，若用长久去看生殖能源含顺糖的设施，会当变作喷气化的资料，环境部应该帮助建立。另外，禁台禁温15天，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全国的猪农。中华民国饲猪协会的代表伫中昼左右，分别去立法院的民进党团和国民党团拜会，表达猪农面对的困境和需要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非洲猪这影响，全国的喷要安怎处理是引起社会关注。台南就2间发架厂，逐工会当处理45吨的喷，甲转做有机肥，成做防疫期间的靠山。环保人员透早无因咧搬一桶搁一桶的喷桶，准备倒入去占地区。台中出现全台头一个本土非洲猪只了后。店市随全面禁止喷流气饲猪场，专拢集中去城西甲新化2座高速喷水发架厂来处理。目前逐工处理45吨，那逐个月按算通处理1200吨的量。店市长黄伟铁期备到场视察，强调已经全面启动防疫机制，确保喷收温处理顺利。这个高速发酵之后这个留下来的这个厨余是比较刚做好的所以说味道可能还是有点味道。那如果一直继续往里面走的话，就可能说已经可以经过10天的曝晒之后，就可以直接拿装袋，然后来贩售给这个农民以及需要的市民了。针对2021年设置的喷水资源化系统，开交清200万设置2座高速发架厂，加一搭传统的炖肥场，透过自动化流程来进行冰抗破碎、高温发架、掺除槽的作业，10天得当产生符合标准的有机肥。环保局讲，这个有机肥料用来做农地土质改良，嘛得到济民众的肯定。厨余的来源都是天然的食材，熟厨余或是生厨余。那对不是化学的肥料
那对我们的农地、对我们的环境比较友善。那我们这个厨余厂也取得了肥料登记证在整个的肥分的部分相当的足够。目前全面禁止使用喷气滴，就算这阵台南有2座高速发卡厂，嘛敢来当处理全市大约1/3的喷。树屋护育除了强化后端喷水处理，源头减量嘛真重要。民众煮食尽量爱准则好势，莫有剩。若去外口食无了嘛通包回去，减少浪费，嘛对降低防疫风险有帮助。记者台南采访报道。过来看图痕，有一个航空警察是涉嫌收超过95万的乌西钱，来协助走私加热烟。检方今日依照贪污等罪甲起诉。经侦查终结，检察官认被告陈姓警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贿及烟酒管理法输入私烟等罪嫌，于今日提起公诉，并向法院申请其所收贿赂95万余元。检方表示，这个姓陈的航警利用工作证来进入机场的管制区，为今年4月开始，已经有26摆，和超过9000条的加热烟非法入来台湾。检方今日依照贪污等罪，甲这个姓陈的警察，还有走私集团的成员等12个人起诉。高雄有诈骗集团假作是警察，打电话给民众，讲要调查洗钱案，佮用视讯来做笔录，甚至是穿假的制服甲工作证来互民众安心。警方强调，若准是拄到，一定是诈骗，因为伫网络问笔录是无效力的。前警察的家倒顶藏警察帽啊，场景亲像伫警察局内面。这个和民众失信的人，其实是一个假警察，为着骗民众，对方佮提出假的原警证，顶管写讲高雄市警察局轻处警察，要替对方伫线顶做笔录。到一个很紧急的事件，他说什么因为他现在查到什么你们有基地异常，那你如果没有在下午几点之前先去做处理的话，那有可能什么账号会被冻结什么的。这个民众迄当阵人是伫台中，一开始是接到唔知影谁卡的电话，讲是民众伫高雄出现几笔无正常的交易，必须要限时赶到高雄来做笔录。民众无法度去，就假讲会当转接专人到做山顶的笔录。当事人感觉奇怪，甲电话挂掉嘛，确认是诈骗。检警绝对不会主动来电要求转账、交付提款卡或提供账号密码，也不会透过视讯通话或者是视讯制作笔录的方式。我就骂你，我哪里真啊假，我看无来，骂你也当是真啊假。拒绝呢，我不会听呐，我不会听他废话那么多。因为警察不会无缘无故打电话给我。高雄市现代讲，只要有警察讲要替民众来做线顶的笔录，这就一定是诈骗，因为线顶的笔录并无效力，而且常常会看到提出假的警察证，但真正警察证顶悬未写刑事警员。上好的方式就是随甲电话挂掉。诈骗集团假作警察嘛，涉犯刑法，相关会当处3年的有期徒刑。警方嘛建议民众若接到讲伊是警察的电话，会当挂掉先查证，降低防诈骗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宜兰县府社会处的面册网站是出现一个一模一样仿的，要骗民众提供个资。社会处发现了后是随检举，嘛伫因的官方网站提醒民众要爱注意。有民众最近发现，伫 FB 宜兰县政府社会处辨识专家出现另外一个一模一样同款的，只是卖种的人数较少，想要用社会处的宣导骗民众点赖连接了，骗个人资料加信用卡号码。社会处是检举加报警，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赶快在我们的粉丝的这个官网发出公告提醒大家这个是假冒的一个粉丝专业，请大家不要点。社会处也伫家己的卖种专家甲民众宣导。唔当互假网站骗个人的资料，大家对于涉及这种诈骗网站想要诈骗弱势，拢真无认同。定定对社会边缘可提供极难救助的社福团体，讲这几年诈骗严重，或真侪弱势生活更加困难，政府就要重视。诈骗都是利用你贪的那个心态，所以还是要呼吁所有人就不要有贪字，就不会上钩了。到社会处的网站啊，也做的一模一样。那会误导更多的弱势的家户踏入这个陷阱。除了宜兰社会处假的卖种专业，财政部也发现诈骗集团这份假冒几多间电子支付网页，骗民众订立假的网站，输入个人的资料，甚至冒用财政部的名义，寄钓鱼邮件，骗讲会当提前领普发现金，或者是电子发票调奖爱认证，你若点落去，伊就偷入你的信用卡。
你可以在页面上面去点选一些这个它上面的一个连结选项。去看一下这个连接选项是不是可以运作。治安专家讲，民众若要分辨被将专家或者是网站是真的也假，会当伫页面顶头卖点哪个连接，先去点其他的连接选项，看是毋是当运作。若是完全拢无功能，或者是无法度运作，就是假网站。记者综合报道。今年9月，台北车站发生性侵案，一个姓区的通缉犯趁人食酒醉时，甲人吵打。检方今仔日是甲依照探视性交定罪起诉。检察官依刑法趁机性交罪、公然猥亵罪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犯后态度恶劣及对被害人造成之伤害等情形，向法院具体求处有期徒刑7年。检方指出，这嫌犯明明知影这个外籍女性私当时是已经食酒醉啊，煞趁机会骹来手来，而且接受侦查时，这讲法搁变来变去，态度是真恶质，所以甲法院求刑7年。桃园市府有公务员涉嫌收乌西钱来协助厂商通过扩厂的申请，检方所在约谈了后是认定2个业者，佮有姓施的科长，佮一个姓陈的退休人员涉嫌犯贪污治罪条例。这科长是10万交保，引来另外3个人成押禁见。桃园市检察局传出有公务人员涉嫌收乌西钱，检察官向法院申请搜查票，而且发动搜查15搭。甲被告姓肖、甲姓吴业者，甲检察局姓施的科长等7个人带回去，而且约谈证人6个人。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业者2人及已退休公务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罪嫌重大，并有勾串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这个案件发生在2023年，被告姓肖的业者涉嫌利用别人工厂要申请扩厂，甲欺负检察局的公务人员乌西。而且捌摕300万，甲迄当阵的检察局姓许的副局长乌西，毋过去用拒绝。了后，甲警方处报告，代志就安尼逼出来。经过检察官讯问了后，一个已经退休姓陈的助理由证人转做被告。检察官认定这2个业者姓施的科长，甲一个姓陈退休的人员，4个人涉嫌犯贪污治罪条例。除了姓施的科长无羁押的必要，以10万块交保，其他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本案已经进入了司法的侦办程序了，一切以地检署的说法为准。那本府也会配合相关的调查，看一切勿往勿重。检方会发动调查，是因为怀疑有公务人员私底下收乌西钱，利用审查的机会，互特定的厂商申请扩厂会过。因为市府回应讲，一切尊重司法，会配合相关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 APEC 峰会要伫南韩举办，总统赖清德希望咱的代表林信基会当甲各会员国传达台湾的3项主张，包括强化经济韧性、分享产业经验，佮推动 AI 发展。伫咧今仔日早起出发之前，林信基也发表谈话。总统特别希望能够传达的我们的任务，能够把台湾分享说明。我们在每一个领域的特色跟我们的优势，特别是半导体、AI， 我们的智慧医疗、中小企业，希望能够呢来推销台湾，吸引投资，那么促进交流，也进一步来提升我们在 APEC 的地位。除了林信基以外，咱的代表团阁有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定年、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另外国安会主委齐书欠等人也拢会做伙去访问韩国。澳洲福尔摩沙俱乐部第2届年会伫台湾举行，外交部长林佳龙就宣布启动国际海底电缆风险管理倡议，来邀请各国加入，做伙建立合作的平台，来确保海底电缆的安全。Please launch the initiative. 和澳洲福尔摩沙俱乐部年会主席做伙见证，外交部长林佳龙宣布，当局启动国际海底电缆风险管理倡议，希望邀請各國加入建立全球伙伴合作平台，確保海纜的安全。Cutting a cable could cripple a nation's economy and undermine its national security. Taiwan has repeatedly experienced the consequences of cable disruptions. Resilience can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It must be built through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cooperation. 记者工作因几年，台湾是真侪摆经过海底电缆的受损，其中定拢是中国铺设地带的侵扰故意破坏。波罗的海去年嘛，连续发生有中国背景的船只拖动海缆的事件，和海缆的防护变作台澳合作交流的重点之一。Taiwan knows better than most what it means to be targeted with persistent pressure, which is why Taiwan experience matters. We must send a simple, ambiguous message. We will not treat these cables as invisible. They are strategic assets. They are lifeline of free societies. 拄好是伫判院要审查海缆撤发的修正草案，海委会主委关碧玲嘛化为调亚做回支持。海缆七法，它将会非常有效的去让那些可能伤害我们海缆的船舶，可以不必滞留在我们的海域，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得到立法院的支持。另外，外界关心美国总统川普2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会谈，和要伫南韩举行的川习会，敢会讲到台湾议题？林佳龙重申台美关系真稳定，而且感谢高市早苗一直表达重视台海的和平稳定，强调美国的印太战略和日本、台湾是密切相关。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国际消息，气候米尼莎目前伫咧瓦近亚美加，按算2倍的定律，而且可能是有记录以来上强的风暴。也目前伫咧加勒比海北部是已经造成6个人死亡。加油站提早休困，工作人员将一罐油清拢包安，有车探上线尾进来加油。美利沙瓦军气象预报讲，伊可能是牙买加有记录以来上强的飓风，并且会造成灾难性的大水、土石流加大规模的破坏。那用5级定律，会是自1851年有记录以来上强的飓风。It is not a joke. It is very serious, guys, and it is going to be something different. 总理霍尼斯讲，伊有归来记录。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测，牙买加东部上悬的雨量会到760毫米，将注意灾难性山洪爆发。牙买加当局已经针对地势较低地区进行强制撤离，不过人唔肯走。I'm concerned about the farmers, the fishermen who will be suffering after this. 因为海水温度升高，美利沙伫顶礼拜六无到24点钟久内风速就加倍。伊是今年大西洋地区出现的第4个快速增强现象的风暴。Part of the Atlantic is at the moment very warm. Th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there is around 30 degrees, which is 2 or 3 degrees above normal. And not just the top layer of the sea, but layers below the top level are also quite warm. 气象专家讲，受到金斯顿沿海地区可能会有4公尺悬的大型。美利沙离7下昼伊的中心一个金斯顿西南边230公里，离古巴的关达纳摩湾525公里，用时速1.5公里正慢的速度慢慢行向西北西的方向。已经伫咧海底加多明尼加造成真侪人死亡。除了牙买加传的弹，估计期也会继续向古巴方向行过去。古巴当局也已经宣布撤离超过60万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美国的电商 Amazon 传出要启动上大规模裁员，全球可能会有3万个员工无头路，其中对美国、英国甲印度的影响上大。外界就分析讲，有可能是 AI 自动化作业正咧渐渐取代人工。团上大的包裹一直向前行，亚马逊员工少摕到机器扫描条码，因为疫情迄段期间需求增加过度扩编，怎么拄到成本的压力甲效率下降。按算自这礼拜开始发电子邮件通知裁员，受到影响的团队管理阶层被要求这礼拜日接受训练，学安怎向团队说明人事精简的计划。这边大规模裁员，人数有3万，差不多是总人数35万的1成。将会是2022年年底以来规模上大的一遍裁员，伫迄当阵差不多才27000人。这边拢集中伫咧企业人力甲技术支援单位，包括人力资源、设备甲服务，抑个营运团队等部门。因为亚马逊一个美国、英国甲印度有真侪边领员工，将会是这边裁撤的主要重心。外国媒体报道，亚马逊新部署的深度 AI 加机器手，会让取代大量的综合性工作，并且缩短研发到部署的时间。另外，智慧物件辅助配送，那照机器手这个技术，拢慢慢降低人力的需求，引起 AI 是不是抢走工作的社会记录。
亚马逊是也未回应裁员的数字，不过已经讲应该会加速做一个精简。分析认为，全世界科技业裁员的这种情形，可能也未停落来，企业就要伫咧效率、创新，也个就业安全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再来看中非国家喀麦隆的总统大选结果是已经出来啊，已经92岁的比亚当选，展开伊第8个总统任期。不过，所有民众质疑这选举的过程有违规，所以爆发大规模的抗议。宪法委员会宣布，喀麦隆12号的选举结果，今年92岁现任总统比亚赢得票率35.19%败第2个对手贝克瑞，连任第8届，延续伊自1982年以来的统治。新的7年任期，可以会当掌权一直到要到100岁。贝克瑞牵接这项宣布，叫民众出来抗议。a arraché notre victoire et nous le peuple que nous réclamons notre victoire. Et déjà, ils nous ont tellement programmés. Nous sommes fatigués pour lui. On amène le Tiroma. Il faut que le Tiroma. 选举结果公布了，喀麦隆有几个城市发生冲突，尤其是商业中心杜阿拉一个北部城市加鲁阿，有人甲路封起来，爆火烧车链啊，报道讲有人死亡，200人被掠。Ne va pas être un mandat de bon augure pour la société camerounaise qui. 非洲联盟认为这边的选举大致上符合标准。由8个当地民间社会团体所组成的联盟讲，这边选举有几多项无啥正常或者是违规的代志，亲像死人投票，也有做票。喀麦隆政府讲，这边选举过程有超过5000位国内外观测员核准来监督。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为着做好分级医疗，卫福部拍算要推出新措施。这民众若是无摕转诊的单啊，就到医学中心就医，就要加收50%部分负担的费用。上紧明年下半年实施。这医界团体就呼吁爱定清楚轻症的定义，才会当减少乱象。有的人不管大病小病，拢惯势去大病院来看医生，造成大病院定拢是人吵。为着落实分级医疗，卫福部健保署计划实施，民众若是无转诊单，直接走去医学中心看病，会加收50%的部分负担。希望民众小病去诊所看就好，莫走去大病院。在诊所先看过，如果在诊所 OK， 就不用再转大医院；在诊所不 OK， 再转大医院，这样我是觉得比较 OK 啊。如果我觉得这医院的医疗很好，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去看，这要贵一点。举例来讲，目前若是无转诊单，走去医学中心看医生，除了挂号费150，搁要加上门诊的部分负担，差不多420，整体一摆看医生的费用差不多是570，唔免另外纳其他检验的医疗费用。但是未来新制上路了后，包括检测费含检查这医疗费用，大概人平均2400块左右，就需要纳一半，等于一摆整体看医生的费用，包括挂号费等等，都差不多要1200。轻症的操作定义医改会喊了10年，至今到底在哪里？第二，应该要交代清楚个别总额实施的这个情况，尤其初级门诊照护率不减反增。依照健保法的规定呢，民众假如没有依照转诊，然后直接就到大医院来就诊者，那它的部分负担最高会以医疗费用的50%来计收。健保署强调讲，为了降低医学中心门诊收治轻症的患者人数的占比，会要求所有医学中心在明年顶半年降载，若是轻症的比例同款遐悬，上紧后半年会照健保法的规定，会收100医疗费用50%的部分负担，让医学中心专心照护急重症罕病的病人。记者综合报道。中医师向卫福部争取开放超音波，目前已经有62位中医师完成训练，希望未来看诊的时阵会当使用。因为卫福部嘛讲会阁召开会议来确定相关的条件甲资格。用针灸的方式来减轻患者的症状，汉医较入看的诊断方式，包括观察、听病人的声、鼻气味、问诊甲赞美等等，来分析患者的症头。即马科技进步，新一代中医师这几年一直向卫福部争取，希望用超音波来辅助甲病人看病。现在只有针灸，然后那个中医他就把脉。这样的如果有超音波更好，透过仪器啊去做辅助他的诊断啊，所以不管中医西医，只要设备更好，对我们都是有利的啊。中医师工会专业会表示，以韩国做例，去年开始已经开放中医师会当合法使用超音波，
来协助占据进前确认受伤或者是病变的部位，会当精准治疗。专联会证实，已经有62个中医师加入相关超音波的医学会，嘛完成训练，争取未来会当使用超音波加做辅助的仪器。初步希望应用在咧偏乡甲居家医疗。比方说，肝的疾病跟胆的疾病，那都会有可能会造成右上腹部的一些症状。单纯用把脉，大概是以肝经为主。那如果有一个超音波去扫描过，那有可能就可以明确的知道相关的一个训练资格跟他们休息的一个课程内容，后续是要在会议上面做一个讨论，大家去做一个演绎。卫福部回应讲，中医师专联会早就已经提出使用超音波的需求。卫福部在110年就有会议决议，超音波操作需要符合技术的条件。最近会招相关的团体开会，进一步确认资格，甲后续开放使用的场合甲规范。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高雄科技大学的南马溪校区，昨出现一个查甫人伫学校的停车场，四界去甲人奥多摆摔倒，拢总有29台车受到影响。就连附近车路的车嘛有同款的情形。警方目前已经锁定嫌犯的身份，准备上班。学生囡仔下课来停车场要看车，所看到4架拢有奥多摆倒去，互因看一个拢硬去。这是高雄科技大学南马溪校区。而且下晡，这个穿蓝色衫的查甫人行入学校的奥多摆停车场，沿路行沿路上，看到无顺眼的车就甲斩过倒。校方统计，拢总有29台车受损，其中大部分拢是新车。有受害学生质疑，警卫室边的车嘛有互斩倒去，为什么警规拢无发现？听说他是沿路劈的路，他有劈倒在警卫室旁边的车，那为什么警卫没有把他拦下来？这是我疑惑的点。发生这种事情的话，是要学校好好处理啊，不然这样其实会造成学生的一些不安之类的。面对学生的质疑，校方讲会进一步去了解，嘛表示第一时间就随报案。想要到警方一查，佫发现嫌关心伫学校迫害奥多摆了后，一路行出来边仔海泉路顶悬，佫继续占倒人的奥多摆。警方指出，目前调查学校内底受损的奥多摆有29台，外口的有12台，已经锁定嫌犯身份，通知人到案说明。对辖区各级学校周边治安死角增加巡逻密度，盘查徘徊的可疑人士，净化校园周遭环境，并检视确认各通学路线沿线监视录影设备保持堪用。嫌犯拿占车嘴拿骂，警方表示，到底伊迫害车辆的目的是啥物，佫需要等待厘清。不过嫌犯的行为实在不可取，后续将会按照毁损罪，甲人函送地检署侦办。记者柯家祖、柯昭阳、高雄场报道。高雄开发14款 APP 来应用交通、医疗等服务需求，不过所有民众反映上过乱，甚至有的功能佫重复。平台就建议应该爱整合。市府表示会佫研究，那现阶段是先以所谓市民网站来提供服务。台北公车站拍开交通局 App 查询公车动态，应用民众交通甲市政等需求。高雄市府甲委外单位共同开发14款 App。民代发现部分类型差不多功能重复。凯旋医院跟民生医院还要分2个 APP， 那其他的医院又不能用市府的 APP 去进行线上挂号，可是，在别的县市是可以的。那包含说这个民政 APP、里政又 APP， 这2个又把它分开。高雄官方干那交通 App 都4种，以 Bus Plus 为例，虽然会当导航公车转捷运还是轻铁，也毋过若要查询车厢的状态，就会当另外下载高雄捷运 App。对民众来讲无方便，民众也认为交通 App 乃会当整合，佮加上当地景点，对观光更加有帮助。公车啊、捷运啊、轻轨全部都整合在一起。如果再把景点再放进去地图里面，其实这样很一目了然，而且又可以支付，就等于说一款 APP 就可以到处通行。对游客来说可能会比较大的影响。真侪市政 App 功能分散，佮当年爱附近为何部分下载甲使用率也真低，后面大质疑效用无大，建议参考外关系做法，就各类型的 App 做整合。我们希望市民用得好、用得顺，例如我们现在跟社会局合作的好运行得通电子乘车券上线以后，我们申请的比例已经达到了99%。那未来我们会秉持以数位市民平台为核心，串联更多的局处服务。高雄当朝向 AI 智慧城市目标发展，也毋过 App 煞一点仔拢无智慧。面对平台甲民众反映，研究会答应会慢慢来整合 App。现阶段先以数位市民网站来整合服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来关心天气，受到东北季风甲华南混合影响，今仔日嘉南、台北和宜兰的雨拢真大，到拜四才较长雨。不过拜五是又有新的东北季风落南，时到这北部会出报20度。北部的雨擦擦地，受到东北季风和华南混合影响，拜二北部的雨真高，全台拢是乌阴的天气。气象署针对北部东半部发布大雨特报，要到拜四东北季风减弱，天气才会转好。不过好天无够一天，拜五就有一波新的东北季风落南，到时全台各会进入雨落袂停的天气形态。星期四可能是未来一周天气比较理想稳定的一天。星期五开始就是另一波东北季风增强到下周初期，所以预估北部、东半部地区降雨的机会又升高了，甚至在周末到下周初期的中南部的山区断断续续会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天气开始变凉冷，拜二透早上低温出现伫咧新北石顶，敢若18.9度。气象署指出，拜二、拜三这2天北部、东半部的温度伫20度至25度之间，中南部26度至31度。爱到拜四东北季风减弱，全台才会恢复30度左右的好天。不过拜五另外一波东北季风落南，全台大降温，北部降到20度以下，敢若剩18度至19度。东南部和华东地区的低温也来到21度至22度。下一波东北季风在星期五开始增强以后，低温可能在马祖金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的低温在19、20度左右。越南边的地方低温到21度、22度。另外，气象署拜二嘛针对台湾本岛10个县市和外岛澎湖、金门连共发布强风特报，民众要注意可能6级至8级的阵风，提醒无代志千万唔通挖近海边啊，才袂危险。记者陈宣林旭凯台北报道。受东北季风甲风台影响，罗水溪南边有真侪乡镇，这风杯刷是淹甲规世界。第4号传分署表示，已经针对高风险的区域断水，也有铺一寡稻草等等，希望会当减少危害。怪手无用咧污水池，要互溪埔移饲有水。第一日受到风势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强化效应的影响，台湾西部沿海强阵风有甲11级。造成落水溪溪口风杯刷是淹甲，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品质。你悬顶的涂刷粉带落来了，打落了，佮吹北风，赶快风杯刷佮安尼，所以你的工法安尼一直做嘛是都是重复一样的事情。好，伊即马咧打射变道大概有3公里，会足够遮。啊，甲咱所有遐糟蹋人，厉害人都稳过，赶快去铺。当然，这个35公顷我也跟陈罗说，我们会再拼11月15号前后看起来。第4号传分署表示，今年小连续2个风台扫来，河洛水溪出现400公顷无水的溪埔，加上最近无雨，溪埔的土坝规个大劈劈，若透风就会用碰碰。1个月20了后，都有6天影响真严重。要跟大自然对抗，要跟这个沙尘暴对抗，还是必须要有更多的一些应变的措施，甚至可能要有更多的人力跟机具。我们过去平均大概是5天啦，那2天当然是我们的期待，但是我想今年是9天，我们觉得不太理想，或许可能是去年凯米台风造成有些裸落地的一个影响。第4号传分署表示，针对落水溪沿花高风险的区段，会紧赶工课，亲像布水线泉水、污水池、互溪埔移饲有水、大网仔甲草树等等，按算11月15进前会当完成，互溪埔莫规个看现现，减少风杯刷。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业者想要伫埔里南港溪水头设处理废弃物的所在，这是引起在地反对。烦恼若是开发会破坏环境，因若目前业者是已经上案，县府表示会严格审查。这是南投县埔里镇南港溪水头水质真好，提供水尾农业甲民生用水。不过传出有环保业者想要伫这设减卖场，面积超过24公顷。因为南港溪山高捌崩山，当地人烦恼若是大面积开发，惊讲会造成像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灾害，要求县府撤销业者的提案。也收这个建筑废弃物，甲炉渣，甲灰等有毒的物质，甚至于说以后如果合法的时候，他们有利可图，
要买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南投县议员陈其君表示，进前水利署就捌说明，掩埋场若设伫遐，影响灌溉水源的风险真大。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姚新文和管府，遐拢是5级坡以上，而且有台湾白鱼，鱼伫禽外才会保育不尽。另外，议员也强调，国际期刊有7个国家拢捌发生过无透水站破去、污染水源的事件，呼吁管府伫宽评当中要特别重视。他们都有这个因为不透水层破裂渗漏而产生的污染的事件。那在衔接的这个地方渗漏的，所以我们要告诉环保局，在环评的当中，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放进去。这个案子是属于这个重大开发案所以照环评法的规定，会进到第2阶的环评，也就是针对应该要调查的范围、面积、种类还有频率，我们都会在环评会议的时候来做确认。南投县政府环保局表示，依法是咧储水口1公里内未当开发，不过业者是选伫离储水口1.4公里的所在。县府照规定爱进行审查，目前业者已经送到环境影响说明书，上近伫年底就会办理头摆环评审查。县府强调会严格审查。记者辛平仪南投报道。即马是道鸟迁徙的季节，今年观察到红豆莺、山后鸟这2种过境恒春半岛的道鸟，数量有超过50万只，是30年来上侪纪录，互学者甲民众拢感觉真欢喜。规阵的鸟仔伫山顶飞来飞去，看起来密密实。这拢是号做国庆鸟仔的山后鸟。恒春半岛的道鸟迁徙，统计至27，赤腹鹰累积数量突破40万了后，山后鸟嘛破10万3000多只。今年2种主要过境的猛禽，合计数量冲破50万只，创下30年来调查纪录，互观察鸟的学者拢感觉足欢喜。今年过境的情形较特殊，就是10月初往常会出现大量，不过今年10月初就明显有咧过境。伊的感受感觉讲相当足好的啊！对咱一般民众看影的人来讲，那当然咧感觉会相当的欢喜。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委托台湾猛禽研究会做调查，今年山后鸟对10月初开始过境，10月11到26的16天，除了10月19因为气候歹无观察到之外，有15天逐天拢观察到超过2000只，甚至有一天出现14000只，数量真多。数量会这么多，可能不外2个原因，一个是繁殖地还有迁徙地、渡冬地可能保育的情况比较良好。再者就是这个10月的期间，东北亚这边的那个台风影响比较少。过境的数量创纪录，唔但证明恒春半岛对道鸟迁徙路线的重要性，嘛互观察鸟的民众看甲足欢喜。不过，垦管处表示，27观察到赤腹鹰敢若5只，山后鸟嘛剩190只，数量明显减少，表示10月这波的迁徙要结束啊。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农业部和外交部合作举办农业青年大赛活动，让少年人会当去国外交流，甲台湾的农业技术、甲知识和别个国家分享，也去学习别人的技术，互相求进步。而茶叶对于我来说，则是一份传承和责任。影片当中的茶农是第1届的农业青年大赛，唔但传承出来的茶园，也去菲律宾交流，参考别人的技术，拍开家己的眼界。像我们自己回家以后，就是把一些茶叶从父执辈啦，从阿公那边做一些改变。那不管是行销，或是这个打团体战，或是做这个青农组织的部分啊，那也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吸引一起回来，然后一起打拼这样子。有少年农民讲，拄好爸爸想要转型欠骹手，伊和小弟就登去斗3工，对源头生产到后边的社群经营全拢参与，也去国外交流，希望透过交流帮助厝内种的土豆转型。我们想要慢慢的走到就是6级产业的这个部分。那本来爸爸都在1级产业这样。农业部和外交部合作，已经举办6届的农业青年大赛，让台湾的少年农民出国去交流，把台湾的农业技术、知识、态度和热情，和别个国家分享，也用农业替台湾拼外交，也去学习别人的进步。农业部伫拜2头届举办等后头厝活动。所有参加青年大使活动的这个所有的学员呢，我们想要把它聚集在一起。了解我们这些学员参加过这场活动之后呢，他们的改变，还有他们获得的一些经验。
农业部表示，今年是头一届举办，未来逐年拢会继续办，也建立群组，或者个农业青年大赛有一个交流的平台。记者陈心彤、王兴忠台北报道。嘉义的旧薰草场即马要转型成做文创园区，嘉义市文化局嘛伫遮举办展览，要带民众来熟悉种薰草的历史，嘛促进地方的观光。相片记录着分农的生活甲工课的过程。伫旧嘉义薰草场要转型做区域设计中心进程，嘉义市文化局透过展览甲导览的活动，要互民众来了解嘉义较早种薰草的历史。利用这个展览机会，其实阮会规个走足侪位去找这个故事，去用这种拍片的形式，用展览的形式，希望咱会当后一代的朋友或者学生囡仔。会当更加了解咱家己市的过去，很有趣。它就是也是台湾一部分的历史，只是它可能暂时被暂停。那我们现在把它重新就是开启那个播放键，所以我就觉得很有兴趣。对，所以我觉得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占地3公顷外的旧嘉义薰草场，伫2019年登录做嘉义市的历史建筑了后，嘉义市伫2021年正式执行薰草场的活化计划，希望透过空间的改建甲利用，保留这1941年启用到大历史场区。这个展览呢是第一步，让大家重新再认识一下烟叶厂的历史。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是烟厂的活化。那活化之后，我们要让大家知道，我们会有自己的属于自己的文创园区，我们会有自己的设计中心，我们会有自己的新的展演空间。感觉到比较安慰的是说，这个地方被保留下来，然后会继续的发展下去，而且对我们嘉义市未来应该有很大的贡献。举办展览的嘉义影视影基地，就是较早薰草场的礼堂。文化局表示，刷来对其他的建筑有开始进行评估甲修复，希望文化转型的旧薰草场，未来当提升地方文创产业的发展，嘛带动社区的经济建设。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为着响应台语家庭计划，桃园文化局是邀请布袋戏团来演出。所有家长反映，这讲台语的部分，毋若无够要求的八成，甚至这戏出内底，阁拢安排老人甲歹人的角色来讲台语，好有市府就爱担起监督的责任。你这妖怪，真叫我公公的啦！哼，你从水里面冒出来，你才是妖怪！演这出布袋戏，而且闹东海的是五洲桃园高江中剧团，这是由桃园市政府文化局主办的台语家庭计划庆典活动，也去引家长带囡仔做回来。看完之后拨头发，你仔细看哦，它会侧个45度过来。有家长指出，剧团伫咧解说布袋戏特色和表演的时，多数讲华语，但是当初伫文化部网站有公告台语占8成是正常说无够，毋但互主角落车讲华语，也互其他时代甲歹人角色讲台语，这也进一步强化社会对台语的刻板印象。台语团体嘛，呼吁桃园文化局应当负起监督的责任。文化局遐无方案会使，或者的承办单位提升因的台语意识，意思讲可能剧团迄边嘛无法度接受到的真正，这个计划伊需要注意的所在安尼。针对无语言意识、台语比例和强化刻板印象的争议，剧团表示，经过一届的讨论，嘛，互因更较了解无共观众的想法。面对安怎兼顾表演和台语推广，因会过来改变做法。就是那个分寸，还有就是使用语言上面的方式，能不能够让更多的除了原本华语家庭的小朋友接近认识台语之外，那台语家庭的小朋友也能够从当中获得一些乐趣跟一些学习，这个是我们会更努力的目标。面对这届的争议，文化研究者温宗涵嘛对桃园文化局提出建议，活动计划的审核除了台语顾问嘛，应当请剧本审查。针对囡仔可能听无台语的部分，有学者表示，透谈华语毋是袂使，不过要根据台语家庭计划的要求，加去思考剧本和体验的设计。经过设计啦，就讲你头伫内底哦，顺续教一寡讲迄个小声台语免讲。因为这个计划伊上重要的就是第一个语言嘛，台语过来就讲，更加重要就讲要培养观众。主办单位桃园市文化局表示，尊重剧团的创作，要去做审查。这届的活动是响应文化部的台语家庭计划，才邀请剧团来，并无领补助。不过伫咧现场有请人监督，文化局表示会搁进一步来检讨做法。记者卢长如、谢桂林台北报道。
过来关心体育的消息，中华职棒总冠军赛昨暗伫台中的洲际棒球场举行，乐天桃园对阵中信兄弟，两队是战到延长赛才拼出关键。终期尾这乐天桃园是以9-7拍赢，摕到队史的第8个冠军。 台中洲际棒球场的外野看台秀酒红色的彩带，经过延长11局，乐天桃园摕到中华职棒36年的总冠军，全队冲入去场内庆祝。这场总冠军赛第5战，先摕到分数的也是乐天桃园。这一棒挤出去，姜奎宇扑下来，没有办法拦到，传出去形成安打。 乐天第1局就先发动攻势，林立、林鸿局连线，互乐天先提分。中信兄弟下半局也开始反攻，两届总冠军赛 MVP 陈俊秀系列赛第1面先发，展现伊的价值。这一球反向的一个攻击，这一球要落地形成安打，3垒上的跑者确定落地之后跑来得分，2垒上的跑者绕过3垒，现在要冲回来。 陈俊秀这个安打摕到2分，抢队一局就摕3分，逆转反超前。原队是一直伫咧后壁立，不过关键时刻手臂却一直出包，一场就3比5，总成落这个2垒安打，互抢队一边就摕3分，扩大领先变做7比3。不过桃园无放弃，7、8局拢有提分，甲比数扭平。勾回来之后，1、2垒之间，2垒这边的选择最终还是传向1垒这里来。 林子伟这个高地球，和比赛等到原点7比7平手，一直到延长赛第11局有一个轰run。在左半边方向的飞球出去了，全垒打，结果是小胖林鸿玉。林鸿玉这个轰run和乐天9比7逆转反超前。 伊单场4支安打，以39下过219攻，改写总冠军赛年纪上大纪录，也被选做单场 MVP。乐天桃园将在史上第2支无摕到季冠军，上壁挑战成功摕到总冠军的队，系列赛4胜1败，摕到队史第8座总冠军，也是乐天集团接手了后第1座冠军。按算11个吹里一办方往游行。记者综合报道。 2025年亚洲杯贴杯仔比赛，台湾队破纪录，摕到43块金牌、26块银牌，搁22块铜牌。其中桃园一个15岁的选手，伊一个人就摕到11块金牌、甲3块银牌，好成绩，拍破3项世界纪录。 来自桃园15岁的赛德克族少女沙马巴沙奥，以真紧的速度，伫2025亚洲杯竞技贴杯锦标赛，固定包办在1金3银，也入成3项世界纪录，成做世界上紧的原住民查某囡仔。赛口接力对抗。此外，沙马甲11岁的李友成两个人连续出战双人合舞，也已经可以配合到入成16岁以下做世界纪录。很开心，因为我们是第1次配，所以就很意外。 伫团体赛部分，沙马也甲李主佑等其他选手组成CT哥团队，环扫18岁以下组3项团体冠军，摕到3金队伍的荣誉。因为我们这次的队员都是很强，都是各个年龄比较优秀的选手，所以是必须的。这次有带了1半的新选手，可能达成率只能来到6成。那总结下来，能够来到8成，跟我们的国际大挑战是总冠军。 2连霸的情况下，对我这次的成绩，我们觉得整体下来是表现得很好。2025年亚洲杯竞技贴杯锦标赛日落伫中国大连结束，咱国代表队以43金、26金、22铜得败数，成做本届大赢家，隆重入成7项世界纪录。中华竞技贴杯运动推广协会表示，台湾透过竞技贴杯运动迈向国际，也让世界看到台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1度。 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5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